就算政次唔了批准打造友善的水环境过成功，土将军文化学会同社区居民无认真安尼都感觉满足的。伊能了解家己有过好嘅环境资源，希望本人好好利用。今日伊能提唔了社区办的全国水准会议，也为学者同政府单位向下探讨家己嘅合办议题。伊能喊同参加的人对会议组大家都唔了解生态实体。 了解伊能水文治理嘅成果，结合韩国岛嘅社区同政府单位搭台同来合作，证实韩国岛批准串联水路，向下改造水环境。规群的用嘅睇中国顺风是水是草嘅，使用嘅高铁嘅就可以睇草地方睇下嘅是定用买呢。 有人睇國錯嘅整理準教掛紅燈籠，當天嘅準備1年1擺嘅全國水準會議。所以當時都講，佢當然喺國體想保持水準嘅，但是都經驗，啊，想講每個團體利用特色，所以想講今日都喺全台灣，大家有意願想保持水準嘅團體嘅經驗哦，都係透過明年水準會議，大家互相認識，啊個互相交流。青地啊，要改變規個水環境。 但像係意思，一個人也係一個社區係做唔上條路嘅。2008年，土將軍文化學會嘅理事長楊清良，也為全台灣希望改善採地水環境嘅 NGO 團體，佢亦第1擺嘅全國水準會議，也過後民間辦嘅水準論壇，每一年都會繼續喺國際辦分享經驗，相互擁抱。 從家己那邊，因為喺談一個水準的保留，還有都一個水範的整體規劃嘅吼，安尼都各級整個進入狀況都聽到家己那邊都向下考慮聽數啊。今年係5寮社區第2擺舉辦全國的水準會議，1擺今年用國家重要實體、艱難批准實體經營的願景做主題，就係邀請學者、韓國政府單位向下來討論。 每位帶今年實際來到社區去看啦，今年應用嘅推動嘅土地10年過後所經營出來嘅生態環境。如果說我們把一些的研討會帶到現場來，直接去這個觸摸這個大地，那可以知道大地對於含蓄這一些的水土等等這些的印象就會進來。那在這個場域裡面很好我們直接可以了解在林間裡面。 那如果說剛好有溪流經過，我們用所謂的郭穴蓄洪水，蓄水地下這樣的觀念。看到環境就地嘅，楊清良講，1擺會議最大目的就是希望政府各單位來體驗5寮水文治理嘅成果。大部分安尼為政府同民間來同推動合作。 擴大5寮嘅經驗來廣大家己地區，受到極端氣候所產生的而唔係落到太麻麻嘅，就係斷點水嘅影響。今天大家談的是說，如果能夠結合台糖啊，因為它這光在魚寮太保這附近就有1000多公頃的這些甘蔗田，這些農地如果它都能夠透過稍微降低，然後做平地。 造林，那這些空間都是無形中就儲存多出來可以儲存的空間，那這當然它可以儲存的量就很驚人了。一到比同或者水甚至一個實體嘅保留哈，而其實人哋面對到我哋更加啲所謂極端氣候啊，所以極端氣候都有咯，落雨也好，雨落個太，但冇落也好，都條曬入去照亮，好，所以喺情況底下，都講我哋用嘅保留體北方嘅嘢就進入還有比同嗰個實體啊，哈，係呢我哋睇用。 運用一個水源，喺面對將來一種極端氣候情況底下，哈，要提供更多嘅一種我哋所謂講韌性的條件。嘉南平洋嘅標準一定發達，同時合來用風帆平洋嘅概念來達到綜合治水嘅功能。我以前跟水利處長有聊過一次天，他說嘉義蓋兩個跟陳城一樣大的面積，把那個洪水蓄在裡面，嘉義就不會淹水了。他講這個是對的，可是。 沒有那麼多土地蓄那麼多的水。這條叫黃厝港大排，那從魚寮大排到黃厝港大排，整個這裡水路交通很複雜，把這個整個挖開，
还给水的走过的路，还给水应该有的空间。那你如果想呢，这里到这里不到1公里，800米、40米，那个深度3米深就好了。这里留下多少水？那水文生态通通出来。那如果这边坡糖厂在协调，糖厂这边如果两边可以造林的话，然后从这里再到那个新埤大排南北向的这个汇流到新埤大排的时候，光这个长度就1.7公里。这里把它解决掉，蓝故宫淹水不可能，因为水来到这里就做调节了，也就不需要在故宫南院那附近去做整个排水啊干嘛的，根本不需要。高雄比5寮南故宮攏算係新埤大排流過嘅範圍，同時新埤大排最後又排到朴子海，對荷包魚入到大海去。現正出海口跳蟲年攏囤嘅千多嘅泥沙模錢，再加上海家洞嘅風樹拿、上島、貴旺上，增加係排水嘅困難。故所渡到落太魚，規個流域各大嘅地方，睇荷包水流唔出去。海水又多過嘅情況下，直接嘅淹水，甚至淹到嘅南故宮。它会淹水，应该是有外水跟内水2个层面来做讨论。外水就是说，朴子溪它是一个赶潮段的河川，当它的外水的水位高于我们地表面的时候，它就会倒灌回到我们的平地里面。那当水闸门控管的时候，外水就进不来。那我们雨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这个平原区里面比较低的地方，我们要怎么把内水排出去？我们可能就想看滞洪池的方式，再配合这一个抽水站的模式，把这个内水排到这一个区排里面。我们现在这种极端降雨，一次给你下个几百公里，甚至1000公里，那时候水就是要找出路啊。如果你没有让它有地方遁，伊就是咱这边逻辑东西会流较紧啊，流较紧就流去区排的流这大河啊。那如果大河吃不下来，那就是你区排就往回淹了。在高速公路往西有好几条水圳，都往那个地方，然后终结到末端有一个新埤大排。那新埤大排的水汇流到牛头溪，也是朴子溪。那这一边是往南到加走皮，然后延伸到荷包屿。那2个在末端到出海口又汇合，所以讲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内海。所以把故宫在这个地方是不对的，是在一个河口。规个拢做平地造林。哦，这边做平地造林。平地造林，过来这高吼，较大的高拢乌垮。唔錯路唔錯嘅，唔過仲我潛到積極嘅方式。關聯暗示馮國良用理事長要帶領大家行到那邊去，來看下佢動態展示嘅高雄比，也就係5寮行過南故宮嘅雙節地區。簡單來講，我用透過分期處理嘅方式來解決做太水嘅問題。这里如果台糖部分的土地低洼的，那用洪泛平原来造林，洪泛平原跟造林一起的话，它其实可以补助的下游，重点是补助下游的水不够，然后更重要的是，万一骤降水多的时候，那里没有淹水的问题，重点是在那里故宫南院那边跟马稠后有荷包屿这里是调节这2个地方的水。鱼寮这个地方是新埤排水跟荷包屿排水的上游，它能够把我们水太多能够蓄洪在上游，用一些皮菌或者是其他的那个蓄水的那种手段把它留在上游。那下游的像马稠后工业区，或是说那个新埤排水汇流口那附近的一些淹水问题，就会大大降低。唔是用到2個太比湖，就做得來改善每個社區別的治水，就做得改變簡易地區的水文環境。對安尼想法，各單位嘛非常的認同。唔過講到安樣嘅同民間來配合，各單位則各有各嘅難處。不只有一個單位啦，我們五和區當然會盡量幫那個協助，盡我們所能。那其他縣市政府還有
营建署啦，还有其他的农委会、其他单位。那这个问题可能要多方面，还有多部会来一起参与。那现在如果就是说要结合理事长这个想法，目前还没有一些上位计划的依据可以做依循的动作，所以可能要怎么去执行的话，我们可能就刚刚提的径流分担、出流管制，是不是一个新的思维能够纳入这个里面？目前是一个新的试办的计划，我们把他的想法放进来这里面，看能不能以后做一个调整。各部会有各部会的考量，那从民间来讲，反而是可以很轻松的，不需要去 care 各部会所谓法条，而且经过昨天讨论以后，这个跟所谓法条完全没有关系的。我们的问题是出入在没有办法去跨部会的协调。如果这个跨部会的协调有一个宏观的上位的去协调的话，其实我们省掉很多工程。如果呢水爱风口来流，还爱管制流几多的水出去，安尼想法对公部门来讲是一个新的概念。不过对用市长或就係佢嘅5條3期嘅居民來講，其實幾下年前就開始做嘅，拿來用喺標準嘅政治上，對今年標準實體雙條單位還睇計劃當中。不過至少透過28嘅會議，5號橋決定會同 NGO 團體共下來解決出海口斷崖沙嘅問題。從下來嘅用理事長講，那年就這個公司嘅建造落去。